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湾新眼界》，我是叶明兰。唔知影你平常时敢会做运动咧？是拍球、游泳，或者是重量训练咧？有一个资料讲，咱全民运动的参与率创下伫要83%的新冠纪录。即摆政府佫成立一个新的运动部，而且头一个部长是摕过2届奥运金牌，今年才30岁，真少年的李颖。这款的做法是毋是会当互咱的选手伫国际上表现更较好，而且台湾的运动发展嘛会更较健康咧？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关心。咱来欢迎介绍今日来宾，首先介绍的是王麒麟甲李洋国中的羽球教练黄伟基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黄伟基羽球教练。是欢迎，继续欢迎是台湾运动产业协会理事长齐正贤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齐正贤。咱继续欢迎是台湾卡球发展协会理事长赵明锦。各位朋友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好，继续欢迎是台湾运动好事协会副秘书长焦家宏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是，咱来看吼，昨是运动部成立无？那头一任的部长呢，今年才30岁，伊是奥运的金牌选手李洋，大家拢知影。而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戴英泰，伊拢到球表示讲支持。李洋讲，希望未来经过运动部的推广，全民拢会当来做伙运动。特任李洋为运动部部长，请院长颁授任命令。对行政院长杜英泰出来接过运动部长的任命甲印信，2届奥运羽球男双金牌30岁李洋正式上任。身为一位运动员，我热爱挑战，也喜欢和团队一起赢得胜利。接下来的每一步，我都会秉持运动精神，用行动和大家一起打造台湾运动新的里程碑。特别让体会运动员的心声，也清楚台湾运动发展的各种挑战。李洋强调以后运动部工作的6个方向。总统赖清德致辞时阵讲，李洋已经做好准备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讲，李洋是这届金世系的金牌部长。我本人还有卓院长率领的行政团队，一定鼎力支持李洋部长。万事起头难，再难都没有得奥运金牌这么难。而且他还可以得2次。李洋自行入去会场进前就淡薄紧张，因果若拄着有人甲伊质疑，拢笑面的行礼回应。伫接受访问时阵是较轻松，也再一遍强调，这么第一个案做就是做到全民运动。我真的非常希望说，全民真的有运动的习惯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像我自己就很喜欢打篮球，很喜欢打桌球。那我觉得包含我自己，不只有羽球有趣而已。我觉得每一项运动都有它有趣的地方。伊讲家己做模范，超时间做运动。伊自小学到高中拢是体育班，会甲教育部讨论安怎建立一个好的制度。毕竟我当时在参加体育班的时候，确实有遇到相当类似的案例，但我觉得我们未来会再跟教育部这边好好去进行沟通。运动部正式显牌成立，明年度的预算编到248亿。李洋讲，每一仙钱拢是纳税人的钱，一定要用在咧上适合的所在，伊会特别注意。因若到时爱去立法院备询，伊讲伊也无经验，会向处长请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李洋是真优秀的运动员，对着伊只运动部头一任的部长，在座来宾拢是长期关心咱体育发展的人哦。是安怎看这款的人事安排哦？首先，咱请教练甲咱分析一下，你认为这款的安排敢是对的？是对的，是因为李洋啊，伊2届的奥运冠军嘛，吼啊，加上伊就是吼，伊的精神啊，和练体育的迄个精神拢永不放弃啊，所以吼。伊嘛是教育，就是跟教育有关系吼，拢就人家讲很有耐心呐，吼啊，就是大家都很看好他这部长。啊，不过教练，你熟悉伊的时阵，伊是国中的时阵，大家讲迄阵哦，伊的表现其实无真好呢。对，伊迄当阵伫中山国中的时阵啊，伊是第2项，因为第1项的时阵是王麒麟和另外一个选手，啊，伊是第2项，迄当阵因2个嘛毋是配做伙的。啊，迄阵啊，伊敢会足痛苦的，就是迄表现拢无起来。迄当阵是伊的学业较好，
啊，伊的羽球遐尼啊，较无遐尼啊好，是王麒麟较好安尼。其实伊讲过，伊捌想讲要来放弃。哦对，伊当阵国中的时阵啊，想讲啦，中山国中毕业的时阵啊，伊开始就是要放弃羽毛球，啊，要高中的时阵和大学的时阵，就去读商的。后来就是大学的时阵啊，有球团啊，感觉讲伊大学的时阵和国中的时阵表现的迄个素质也无啥共，啊，所以有迄个合课的教练啊，就感觉讲想要搁叫伊甲伊签约，想要搁叫伊来球团和另外一个配合真好。伫国际赛拢有做出台，拢前几名呢。后来到最后时阵，国家队的教练啊，较甲伊和王麒麟配做伙，毋知影讲配做伙的时阵啊，就发扬光大呢。就是一个国际赛的时阵就得冠军安尼。是啊，我想要继续请教这个教练哦，就是讲，咱感觉迄阵啊看到李洋甲美彩讲，哦，因两个人真正会摕到金牌。哦，迄当阵大家拢无看好。第一届的时阵啊，大家拢伫奥运，伫日本的时阵啊，大家拢无看好因会赢，比如讲丹麦队啊，还是大陆的，足厉害的。因为之前还未拍奥运的时阵，因咧拍比赛的时阵拢输因啦，两局的时阵拢无拼，就拢输啊。啊，毋知影讲，因为应该是大陆的选手和日本的选手，还是丹麦的选手压力伤大，一直想要摕冠军，啊，因一直拢无互看好，啊，所以人也感觉讲，因就是豆豆拍安尼就好啊。唔知影讲，一关一直去拍到奥运冠军安尼，啊，最后一场的时阵嘛是无比赛权啊，大陆的两局就输因啊。是，我想要请教教练的是讲，伫伊国中的时阵，伊的成绩嘛毋是上好的，对无？啊，伫升学的时阵，伊选择讲啊，伊要继续升学，啊，后来伊个进入加州嘛，所以才会当继续拍，对无？对。对，就是讲伫你迄阵啊是国中的教练，你看到伊安尼选择，你敢会鼓励伊讲继续坚持？会啊，会继续坚持啊，对啊。感觉讲，就是讲不要放弃，莫放弃啊！因为从国小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拢安尼啊，对一路走来，对拢足辛苦的。因为走体育界这个阶段足辛苦的啊，所以莫放弃安尼。是，要毋过我继续要请教李署长哦，就是讲，当然伊即马李部长是金牌的选手嘛，吼，是真好的运动员。伊嘛知影讲，这运动员选手哦，需要啥物款哦。毋过大家拢讲，其实伊可能无啥物款的行政经验。你安怎看即届的人事安排咧？是，我看的是安尼，是讲，不管即摆是李洋做部长，还是任何别个人吼，我应该问的是讲，到底台湾对运动这代志要对行，要去到对吼。过去台湾的运动发展第一体育班，吼，啊要体育班的目的就是要集中管理。要替台湾争取国际比赛光荣嘛吼，但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大概无人几乎无安尼做的啦，安尼就台拢是共产国家啦吼。那台湾即马是一个民主国家，应该不可能安尼做。所以张李洋甲朱院长拢有讲着讲体育班爱讨论看要安怎转型嘛吼。第二讲过去咱有用体育班政策，运动就是体育班运动，无体育班就无运动嘛。所以即马你40-50岁，这个看的人，你若要运动，大概是做两个运动：第一健身房运动，第二个就是慢跑，因为介简单；第二唔免判，第三就是你足容易开始。你即马讲叫这个40-50岁，讲开始要拍网球、拍棒球、要拍桌球、羽球，无遐简单咯。羽球可能较简单就输啊，因为伊入手介简单，伊丢地嘛无好定嘛。所以咱台湾即马运动发展，到底是要行到倒去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过来是讲，咱即马对即马这状况要发展，后摆要发展运动产业，咱讲较爱听，以前对台湾来讲，无运动无产业可言啦。运动过去就卖球拍啦，卖球鞋啊，吼啊卖高尔夫球杆，迄是运动商品买卖嘛。咱台湾的内需市场内面，过去介少看到运动的交易、运动的产值，因为无人认为运动爱开钱嘛。但即马开始无共啊，疫情了，开始大家观念拢无共啊，好，所以不管像徛这个位，要对台湾即摆的状况，要发展到10年、20后，咱的想象拢是无简单的代志。不管是李洋也好，还是别人，我感觉咱台湾很喜欢吼找一个救世主，总统嘛是找一个救世主，拢全部拢寄托于一人，嘿唔对啦。你即摆寄托于李洋，你寄托运动部，你还不如把你对运动这代志的重新认识寄托在咱家己身躯顶啦。咱每一个人就李洋讲开始运动，
第二，你开始愿意花钱去运动；第二，你开始关心你厝里，你住的所在厝边的这个运动的囡仔，吼，各个运动队伍的囡仔，恁关心你厝里人身体的健康，咱对家己每个个人开始来要求吼，较有机会。啊，即马大家讲啊，运动协会安怎做代志，做对问题。但是运动协会唔是国家呢，运动协会是人民团体，你全世界拢共款，你是奥林匹克宪章精神规定的，所以咱拢习惯把什么问题拢归在政府。我刚讲以运动界来讲，不应该把所有责任归在政府啦，这是应该对咱家己做伙开始。所以力量起来，大家拍手祝福嘛。期待，伊拉要开始做，你要唱衰要创啥？啊，但是你家己咱每一个个人无改变咱对运动的看法甲观念，是无可能改变的啦。向前拢共款啦，这是我的看法。你感觉这要改变实在都搁需要时间？当然需要时间，需要咱每一个个人开始改变。是。咱来看一寡这李部长，伊即马讲伊要做的目标哦，伊讲有6个目标哦。第一个就是讲要落实全面的运动，头先有讲到。另外就是要整合这个竞赛这运动的结构吼，佮要提升台湾的能见度，也佮有促进运动产业的发展，佮实践这多元的价值，也佮有导入青少年佮基层的培育。另外，伊嘛讲到讲这专项协会的改革啦，啊，佮头先讲到的这体育班的制度，佮大型比赛的规划，也佮有全民运动的深化。我想要问这赵理事长吼，你昨有去现场嘛吼？你感觉咱的新的部会、新的部长拢准备好啊吗？足侪人拢咧问讲吼，一个新的部长，伊讲这新的运动部吼，伊到底对咱台湾的这个运动有帮助无吼？我想讲足简单吼，我举一个例，就是讲一个囡仔吼，你若考试考了无好，吼，因爸爸就讲啊，我后个月开始吼，一个月拢加互你500块。啊，加提钱是好代志啊，无人嫌钱济嘛，对无？啊，这是一种鼓励，你的预算增加，你的人增加，绝对是好代志。但是你这个人吼，甲这个预算增加的时阵，对伊的本质的改变有帮助无？就是讲你这个囡仔吼，伊本身无是读册读无好，到底是啥物问题？伊是数学袂晓，还是英语袂晓，还是讲伊的目睭有问题？讲近视看袂清楚，其实有足侪原因。但是你敢若想着讲啊，我互你500块，啊，我互你500块是一件好代志。啊，就敢若讲咱开车，讲咱换部长嘛，我开车，这个车拢有声怪声，吼，啊，感觉讲车开了无顺势，无换一个司机，哦，这个司机足厉害，以前是迄个 F1 开赛车的，哇，开了足稳的。但是你车无修理，你这车是旧车，伊技术搁较好。吼啊，可能一开始可能开车开了较顺势无毋对，但是上尾啊，你嘛是爱面对讲即只车，若万伊即只车本身是故障的，伊的烟瘾会爆炸无，啊车会嗨气无，所以咱即马看即个运动部甲即新的部长就是讲，我即马换一个司机啦，啊我互你较侪钱啦，但是咱的中心的思想，咱的本质有改变无？你去看咱以前吼体育署伊6个组，啊即马变6个署甲一个全民运动署。其实伊连名拢无改变，敢若加一个叫做全民适运师安尼，然后就是加一个迄个适运体育师加一个尔。啊，其他的即个组织吼，伊内底业务负责的人，甲伊的名拢无改变。所以你讲即个机器敢有法度规个翻新？吼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就是讲，即摆你以为做部长无毋对，少年人吼，啊，佫足有魄力的，然后咱来看到伊啊，安尼。足有理想吼，啊，咱嘛是拢甲鼓励，拢甲祝福。但是伊身边的人，毋是讲伊传2个3个这助力去来是，伊下骹手遮的人，甲本来的人吼，差别有偌济。因咱想要创运动部呢，就是因为咱感觉以前的体育署无好嘛，做了无介好嘛，咱莫讲伊足差的啦，上无就是无达到咱的希望安尼吼，无期望啊袂到。但是呢，你即马看哦，以前体育署的人全部。莫讲100%啦，上无90%，即马全部拢刷过来新的运动部。啊，你就是感觉以前即个单位做了无好，所以我要买一台新车。啊，你甲旧车的引擎、甲伊的链仔、甲伊的档啊，全部拢甲搬来即只新车内底，啊，甲讲阮即马是一只新的车。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代志啦，吼。所以这是咱大家去看这车若出问题，毋是开车的人爱跳车。
对啊，咱即摆大家伫烦恼讲，你以为后壁啦讲啊，即只车真正是无好的车的时阵，伊是要安怎吼？伊虽然是一个足有理想的新司机来，但是即只车是一半的旧车，莫讲全部啦，上无嘛是一半的旧车。伊的制度无改变，伊内底人员无重大的改变的时阵，这是咱大家吼，咱这体育界人伫烦恼的其实是即件代志，毋是讲针对讲部长你本人，伊是本身即只车，伊即摆。讲起来是一只新车，但是伊内底足侪物件，甲以前共款，伊的思想、伊的做法是共款的，业务嘛共款。若讲部长即摆咧看咱节目嘛，吼，啊伊讲甲咱讲一个啊，我代志遮侪代志，你先甲我讲清楚倒几项啦。我是感觉讲吼，伊一定爱建立一个中心的思想。我以前伫行政院就讲过，讲啥物叫做运动啦吼？运动的目标到底是啥？运动敢即个目标？爱互咱的国民吼，大家人拢变成一个身心健全的国民。咱爱运动，咱心理爱健康，咱咧足快乐。你若毋是为着即件代志吼，目的你若毋是为着这，你为着要趁钱啦，你为着要摕金牌啦吼，你为着讲吼，我要足侪人甲我支持啊，我要人选举的时阵人要甲我投票。你若毋是拄我讲的迄个理念、迄个目的，你做啥物代志其实拢毋对。咱若台湾是一个大家拢足爱运动的，吼，咱大家拢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，吼，不管你是少年的、老的囡仔，还是讲你身心有障碍这的人，大家人拢足爱运动的哦。咱台湾就安怎？咱的国际外交就会好，咱去比赛就会赢。上简单就是安尼。但是你若是中心的思想是讲，我就是要甲一群囡仔关做伙，咱就是奥运要摕三面还是5面的金牌。你一开始的你的思想是这件代志。你尾仔所有代志做出来绝对是毋对的，所以你爱为一个中心思想，你因为你上任了，除了你家己讲，我知影这个是咱的目标以外，你要甲所有你下骹手，我讲的嘛，你即马体育署的人搬过来，无要紧，你即马是旧的人无要紧，但是你要甲讲，咱新的目标是啥？咱做代志上尾要达到的，要做到这个目的是啥物代志？你爱甲大家讲清楚，你下骹手的人，你要照伊的这个。中心的理念来做嘛，你若无照这个理念来做，你即马讲我新的部长我要改革，这个旧的是赞成体育班的，这个是讲伊的目标，逐工拢是想着讲我奥运要摕几面金牌，这个是讲咱若讲办活动啥选举会使加摕偌济票，你若是用这个思想来考虑这件代志，你是无法度成功的啦。是，我请教副秘书长就是讲在你来看，你嘛感觉讲这秘书长因讲的？其实是安尼想，莫先想讲要赢，毋过大家即摆要看就是明年9月份这表现会当好袂？是讲对阮来讲啦，爱互你用部长淡薄时间，就讲9月立法院就要开始开会啊。我即摆是咧希望啊，讲咱立法委员吼，第一件代志，毋是讲爱互部长安怎鼓励，第一件代志莫甲伊问讲。明年的亚运爱有几面的金牌，因为啥？这毋是伊决定的。伊若是要想讲对我明年爱互阮的亚运有足侪金牌，就安怎？伊就会甲伊的国训中心甲协会讲，我爱金牌。煞来就亲像拄施明景讲的，因为爱摕牌，所以讲选手的权益、选手的照顾，可能就无啥物重要啊，因为。上重要是摕金牌，训练问题无爱处理，会当摕金牌最重要。所以讲，若是咱即马有一个新的运动部，咱要做的是讲，好，咱要互全民有运动的兴趣、运动的习惯。5年、10年了后，咱要找选手，毋是敢若咧协会，毋是敢若咧体育班，是全民。就亲像去年的奥运，摕金牌的啥是数学家，是医师，全民拢有运动的习惯的时阵，大家拢有可能是选手。迄个铺较大的时阵，咱就有可能找到更较侪有能力的选手。若是讲咱敢想咱明年爱有金牌，咱会就想讲安怎坐？上有效，咱就讲体育班来，少年选手来，高压的方式，甲中国、甲北韩，这毋是咱新的运动部想要看到的。所以我拄仔才讲，若是9月
立法院开会第一件代志，所有的立法委员卖问讲咱亚运要安怎？应该问是，就亲像拄仔讲的，部长新来的运动社会会生做安怎？伊要安怎做？毋是明年，可能2年、3年、5年拢会使。就亲像讲拄仔，咱是讲啦，咱会烦恼讲啥？毋是部长伤少年，少年是好代志。为虾米？伊真正知影问题伫倒位，因为这是伊的生命经验。问题可能即摆是伊下骹的人拢是共款的人，而且咱讲预算200多亿，这是每年的预算书。老实讲，你搁甲旧年的预算书摕做来看，其实拢共款，敢若名话，体育署变运动部，毋过内底竞技啦、国际啦。专名啦，伊做的代志拢总共款，就变做讲，咱爱互部长一寡时间去想讲，好，即马咱可能有200多亿的预算，啊，毋过伊有啥物空间会当去调整？因为这毋是伊想的，这200多亿是即摆的体育所写的，毋是伊写的，所以刷来。可能半年、1年，年嘛，对，会当改变的部分足少的。所以讲，爱互伊一寡时间。迄个时间毋是明年亚运，毋是后年，是2年、3年、5年，伊的计划是安怎？咱要看的是这个。是副秘书长，我敢袂甲你请教哦。你家己做的，你介意做的运动是啥物款？我家己之前有做过骹球协会的副秘，即马阮咧。运动好奇协会，咱斗相共的是囡仔，甲妇女平权的部分。所以讲，昨昏虽然讲博君甲我拢无去迄布达的典礼，毋过阮有一个声明，甲运动好事协会甲女足工会，咱期待就是讲，第一，亲像甲骹球，这2年骹球足侪代志的，迄是为虾米发生？就是体育所伊要监督。协会做了无好，所以讲骹球协会足侪问题会发生。第二是，即摆咱讲要做平权，要做儿少，毋过过去体育所的目标是啥？是摕金牌。所以讲对因来讲，平权啊、儿少啊，拢无介重要。所以若是讲刷来，阮有一个运动部，阮期待看到的是，阮有真正有策略咧做妇女平权，咧做儿少的参与。就亲像部长讲的，唔单是体育班，是所有的学校的学生，拢应该把运动作为伊的生命经验。对，这是阮期待看到。就你的观察吼，咱的体育署嘛吼，即马嘛是变做运动部的官员，即寡人，因都接触运动事业遮久啊，那有可能唔知影要安怎解决问题？应该讲，因所想的是唔是解决问题？因所想的是要安怎摕金牌，所以讲伊知影问题，毋过无人叫伊去解决。解决问题，为何金牌较济啊？安尼你的讲法就是讲，其实一直到即马，咱全国咱的政府到人民甲民众，咱看的嘛拢是金牌，对吧？应该讲，我的感觉是咧改变。亲像昨昏。倒院长伊有咧讲，伊讲3个代志，和部长参考。第一个是体育班的改革，第二个是协会的改革，第三个是安怎和政策真正咧思考啥物叫做全民运动。对，这个是其实总统、院长因有看到，因有想到，毋过过去的体育署，因的目标毋是咧做这个，无为昨昏开始运动部咧行，所以讲总统也好，院长也好，因和运动部的期待就是咧做改革。是，这嘛是阮期待的所在。有看到希望啦吼，教练恁伫羽球界是看到啥物款的希望？羽球界就是因为这10几年啊，和阮之前的羽球无共，因为
寡迄企业家拢有来赞助羽球，比如讲中租企业啊，个迄个永源基金会啊，有诶足侪企业啊，即马拢来支持各项诶运动，安尼啊，互这选手啊，食衣住行娱乐拢有帮助着安尼。迄差别偌济哈？差别足济，因为我迄当阵20几年的时阵啊，做选手的时阵啊，我要出国啊，就是讲要出国比赛的时阵啊，拢是一定爱前3顶，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，才会当出国比赛，啊无机会。啊，即马毋是，即马就是讲，若教练啊是国家队感觉你即个选手袂歹的时阵啊，然后以后就有发展的，伊就会甲你所属的迄个赞助厂商问讲，这个人啊，这个某某人啊，伊就有机会，以后有可能前途很好啊，就是成绩很好，吼，爱就会伊有出国的机会，就是拢靠政府的基金啊，个迄企业管义投资啦，投资就是从小就国中、高中、大学就投资这样子。啊，毋过安尼训练的强度嘛是共阮足重的啊。嘿，共阮足重的，对。对啊。因为就是拢无假日啦，即马咧训练啊，拜1、拜2、拜3、拜4、拜5、拜6礼拜拢有咧练，啊，只是训练的项目无共安尼尔，啊，无拢你啊休困一工的时阵就输人安尼。对啊，休困一工就输人，安要怎改变？台湾伫运动训练的观念差太济啦。即马全世界网球，即道美网第2名，伊本来是球王吼，叫亚尼辛的意大利人。伊14岁的时阵，一礼拜练网球4点钟。一礼拜4点钟？但是呢，伊是滑雪，伊就爱滑雪，所以伊当初14岁时伫滑雪甲网球在选择到底要做啥，尾仔伊选择网球。但是伊有练滑雪，所以伊的下半身就好，所以伊对网球帮助足大。Roger Federer退休的球王14岁的时阵选择要到底要踢足球还是要踢网球。啊，我今年6月选办大联盟教练来遮做讲师，因甲我讲，因细汉国小、国中一工练上济2点钟尔，伊踢到台湾。一工上济2点钟。2点钟，伊踢到台湾的国小、国中，所以是效率的问题啊。效率的问题。因为你想哦，咱大人嘛好，细汉囡仔嘛好，咱徛伫球场上，敢有可能真正专心3、4点钟？你有对一个运动比赛咧拍3点钟、拍3点钟的，无呢？差不多1点半钟就结束啊。好，你对于大满贯的网球，差不多拍3点钟，咱敢有需要练遐济？其实吼，咱台湾的运动训练，甲全世界强权国家比，咱的训练时间足长的，效率足歹的。过来到国中、高中练到无要练啊，因为足忝的嘛。足疲倦的，心理甲身体拢疲倦，拢所以足侪人拢受伤啦，啊无得无要拍。啊，但是呢，你若讲要讲问讲即马产业的变化，你前几年疫情之前，大家知影，大家拢开始跑路跑嘛，吼，啊个健身房愈来愈好，因为大家健康嘛，还是中年人。即马年轻的爸母吼，互囡仔开始投入运动的足侪哦，是有啥物事足知影足球。足球即摆你假日4个拢看比赛，拢是有够侪人的啦吼。棒球嘛好，你过去1年，你若看全世界、全台湾过去1年宣布的比赛的项目吼，12岁以下拢创新高。游泳、电竞、桌球、羽球，国小羽球赛拍高竿拍得了呢？拍袂了，因为太侪人啊。所以其实年轻的家长互囡仔参与运动的目的，这意志是比以前好足侪啦。啊，你的观察？是为着以后的升学，还是为着身体？即马我认为，我家己看法是安尼，20174大运伫台湾吼，互遮囡仔可能2、3岁、3、4岁开始看到遮大比赛伫你家己面前啦。好，所以咱知影囡仔的学习是靠眼睛。为什么美国职业运动对囡仔影响大？因为你因每工就看到电视拢是遮的转播嘛。啊，你4大运训遮囡仔3、4岁、4、5岁看到遮的。运动明星杨俊翰、郭婞淳、戴资颖伫你面前摕冠军，全民安尼欢呼。其实迄个世代了，开始足侪囡仔开始投入运动，因为囡仔看到教育爸母的支持嘛，吼。过来年轻夫妇生育人数较少，较保护嘛。啊，知影囡仔学运动有几个好处：健康，第2抗压力。过来学会场上的判断，这是对人格发展足好的啦。我定讲108课纲要叫囡仔学的，你叫伊去拍运动的，拢会得到。因为运动的学习是足好的。
日本、美国的企业，对你大学为运动这选手的人吼，拢很愿意聘任你，因为你认为学运动的人可以学到很多平常人学不到的。所以今晚年轻家长愿意互囡仔学运动，但问题来啊，伊要升国中的时候开始紧张啊，到底是要入体育班无？啊，要继续无？好，啊有丢地无？好，咱陈建州嘛，伫下就讲啊嘛，即摆篮球2个联盟球队都无够啊嘛吼。其实莫讲篮球，全台湾每个项目即摆球队拢无够啦。你讲你棒球、社区棒球即摆发展到遮好，你周末根本就无球场。好，啊你讲游泳嘛是无游泳池啊。全台湾咱办全国性比赛，到台中甲高雄尔，其他地方拢做拥挤的。所以咱的运动设施过去无遐个遮大的需求量，所以不要紧。今晚唔对，今晚每个项目拢创新高的时候，报名人数创新高，今晚无所在无球场呢，训练球场无，比赛球场嘛无，所以硬体设施是最大的问题。啊，当然硬体设施当然靠政府，但是呢，我感觉今晚这问题讲，好，你今晚需求人数遮大，其实今晚的运动教练是薪水足高的呢。今晚体育班有分项目。我甲你报告吼，基本上除非是冷门的啦，你今晚看听到网球、高尔夫、羽球、桌球、棒球、篮球、游泳，这运动我甲你报告吼，你若是伫认真啊做3年的教练，大学毕业做兵要做3年教练吼，一个月领8万到10万。啊，但是这是非体育班哦，伫外口的私人公司啊，或者个人户啊，不的私人俱乐部搞的。啊，你啊体育班哦，差不多4万到4万5，所以后摆体育班找无教练啦。其实体育班吼，我讲一个较歹听，你唔免甲废除，你嘛唔免改革，伊家己也无去啊。第一，即摆无囡仔嘛，体育班你无成班就无教练啊，你得爱废除啊嘛。即摆体育班很多招不到学生，因为家长不爱互伊体育班嘛。第一，生育率个低；第二，你即摆教练找无，因为足侪教练甲我讲吼，伊即摆40-50岁教练甲我讲，即摆找无少年教练，因为待遇差太侪，伊毕业3年伫外口教棒球、教足球、教网球，一个月8到10万啦。因为家长愿意付钱，这就是产业化、市场化的开始嘛，吼。所以家长愿意付费请你当教练，你得领会到这个钱。啊，体育班是课政府的啊，课县市政府啊，课县市政府就无可能照市场的规则嘛，一定爱你专业运动教练是对标是国小老师啊、国中老师啊，你的薪水无可能比因低偌济，你若要调，伊嘛爱调啊，全世界都爱调啊，那有可能是会安尼现在调。像去年林玉婷得冠军，伊的教练讲爱调专业教练薪水，伊表示伊根本对这机制无了解嘛。专业运动教练的薪水是对基本上是对老师在行的嘛。你若调专业运动教练，导师会跳起来无？即摆就找无老师啊，对无？你当然会跳起来啊。所以你无可能，你若无回归市场机制，是无可能啊。所以体育班你其实就算你即摆啥物拢无做。伊嘛会无去，但是这无好，这会产生很多问题。所以今麦体育班一定要转型，咩样转型？你让体育班的教练来开始做3点以后、4点以后做所谓的学校运动社团的教练。今麦生育率较低，你若要维持今麦参与运动的人口数，讲学生啦吼，你唯一的机会就是要增加参与比例嘛。你本来有10个囡仔，今麦剩5个囡仔，啊，你10个囡仔本来有2个参加，你今麦5个囡仔，你要2个来40%参与率啊呢？本来是20%，要变40%嘛，所以你若无提升参与率，你就无可能维持这样的参与人口。啊，教练就无你好的无工课让做啊。是，我想要请教哦，李处长，咱看这2026年吼，这体育预算的编列重点吼，就是讲运动部甲一般的补助款哦，伊是预算已经到214亿啊嘛吼，啊伊加了69亿哦，吼，啊运动部本部是加。伊即摆变做67亿啊，吼！啊，毋过咱看到有地方政府的补助款，搁有这运动发展基金，啊，搁有教育部其他部会的补助款。那安尼看钱变伤济啊嘛，吼，变真济啊嘛。啊，搁头先咱理事长讲，即摆民间的这运动的能量，甲过去无共款，安尼是真有希望呢，由下而上，对吧？但是我讲一件代志，就是讲吼。钱无法度解决一切代志啊！你若做的代志是共款，譬如讲，咱讲奥运金牌吼，互你1500万，即摆甲改5000万，是毋是钱变济？但是你1000万加到5000万时阵，你得金牌几率会悬偌济？无一丝丝啊尔。就是讲我若开2倍钱，但是我10%的效率尔啦。吼，讲白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咱的目标其实是爱做啥物代志呢？因为咱教练伫遮啦吼。
咱就问教练讲吼，你希望台湾的运动吼是，我这间学校有10个人拍羽毛球，内底出一个冠军，还是讲我这个学校有1000个人拍，1000个学生拢拍羽毛球，但是无冠军，你感觉倒一个是好的？一定是我全校有1000个学生，大家人拢会拍羽毛球嘛，对不？这就是咱的中心的理念爱伫遮。啊，拄啊这副讲的。以前我请日本的骹球教练来台湾吼，啊来教咱台湾的教练安怎训练。啊，咱台湾教练就问讲，啊，恁日本拢训练偌久？讲6点钟。讲哦，啊，甲台湾共款。伊讲，阮1礼拜6点钟。咱台湾的教练讲，无，我是1天6点钟啦。啊，但是咱去甲人比赛，去人拍甲咪咪毛毛，是安怎？伊想到1礼拜6点钟就会使，因为伊培养囡仔的兴趣。你即个囡仔若是足认真，足想要得冠军、要摕金牌，你一天甲练1点钟，但是伊家己练3点钟。伊家己练3点钟，因为伊家己想要即个运动，伊想要摕冠军，伊想要家己要进步，伊家己会去练。但是你教练教伊的时间，你甲逼一定爱参加迄个时间，其实一天是1点钟尔啦。啊，这副是拍网球的嘛吼，阿卡雷是世界冠军对吧？伊的教练吼，伊一届接受访问的时候讲一段话吼，我是感觉足感动的。人问讲你介意拍球的理念是啥？伊讲我大概比赛了，我拢问一件代志，问讲你今仔日有快乐无？啊，伊讲吼，我自细汉吼介意拍球，大概比赛了我就问伊讲你有快乐无？那有一天，伊甲我讲我即场比赛拍了无快乐，我就无还阁介意拍球啊。安怎？伊讲就算讲伊是世界冠军，伊得世界冠军这件代志嘛是为着要互家己快乐，毋是为着要得世界冠军啊。所以你若有一天你拍赢摕冠军，但是你无快乐的时阵，我就无爱甲教。安尼我甲你请教吼，因为阮同事拢咧拍羽毛球嘛吼，羽球嘛吼，啊技术足差的啊，互人。但是你快乐啊！我感觉讲就沮丧的啊，你啊，就伤心的啊。但是你快乐啊，你快乐。你真快乐吗？快乐是你上重要的代志啊！你别因为你家己下班去拍羽毛球，无人讲提钱，甲你讲你一定爱去，你一定是大家招的来去拍。技术差啊！技术差嘛无要紧啊，因为你若1万个技术差的人内底，就有一个足厉害。但是你若讲全台湾敢若10个人拍羽毛球吼，要出一个足厉害是足困难的。啊，即摆羽毛球的问题其实是羽毛球愈来愈贵，贵3-4倍啊！后摆会愈来愈贵，因为世界鹅毛伊愈来愈少吼。啊，但是有当时你爱去看讲伊这美角伊内底出现的问题是，你食你家己爱家己去参悟，你才会知啦吼。啊，但是我就是讲上好的思想就是讲，咱想要推杀迄个老大人吼，长辈嘛爱去运动，像咱迄个身躯吼有遮受伤，啊坐轮椅上嘛爱去运动。伊的理念就是讲，你若讲坐轮椅嘛爱运动，你年岁大嘛爱运动，啊，其他人是一定会运动，伊就是楼地板嘛。连身障者都很热爱运动的时候，一般的人绝对是就爱运动的。咱就是爱为遮吼，一般有兴趣的、拍了歹的、普通的吼，开始。以前一个美国的骹球教练就讲吼，决定一个国家的运动水准吼。不是在看他的顶尖选手，你要让强者变强，就是要让你所有的弱者都变强。你这个国家大家人拢要踢骹球，像巴西就是，伊大家人拢要踢骹球，所以伊就算讲伊今年还是后年无得世界冠军，但是全世界人拢知影巴西骹球上厉害，因为全国人拢踢骹球。啊，咱若讲，譬如讲印尼、马来西亚，咱拢知影伊羽毛球足强的。伊嘛毋是讲我逐当拢有出世界冠军哦，但是因就是你去路边。凊彩倒位，大家人拢伫拍羽毛球，所以因随时拢会出足厉害的选手。但是咱台湾就无法度，因为咱的迄个量足细，所以咱讲全民运动要去甲推杀，这件代志才是长期来讲，咱台湾的运动要爱进步，爱靠的是这，毋是讲咱靠着今年摕2个金牌，明年3个金牌。你看咱摕金牌的项目吼，嘛是会变，像咱变咯。比如讲你出一个戴资颖，哦，运气足好，咱出一个天才，啊，过来过10年咧。你要搁去生一个戴资颖嘛，搁要生2个戴资颖嘛，迄足困难的代志。但是你看羽毛球厉害国家，伊是逐年拢有出一个新的选手，无定着戴资颖遐强，但是可能伊的下骹1级2级的选手实在是太济。啊，咱台湾要达到这个目标吼，咱一定要推上这全面的运动吼。运动的人愈来愈济，你就会变强。毋是讲我变强了啊，咱的运动就会变强，毋是安尼。我一开始有讲咧，咱的有一个数字是83%呢，运动参与率。我甲你讲，这83%是安怎吼？咱莫讲这个数据是造假的啦吼，咱统计的核心价值是有问题的啦。因为你讲83%，你讲运动有啊，阮妈妈早起迄个体育场去做迄回转寿司哦，一直伫遐踅吼，迄嘛是运动。
但是咱的核心价值甲外国吼，甲先进的国家无共款的是，你伫外国你看迄世壮运人迄7、80岁、90岁来台湾比赛，100米佫通走14秒呢，咱台湾偌济人，你20岁嘛走无14秒以内呢？啊，像迄收水有无？因讲是全民运动，其实因是竞技水准啦。我讲白就是安尼啦。你讲咱巴西迄落40、50岁老阿伯，讲你路边踢骹球，你踢伊袂赢啦。咱台湾的国手退休去踢嘛，踢袂赢啦。伊是路边就踢赢你啊啦。啊，迄个运动的水准才叫做全民运动。迄个水准才叫做全民运动。就敢若讲你去印尼、马来西亚，你凊彩路边找一个50岁老阿伯，你叫他拍羽毛球看卖，你毋是伊的对手。虽然伊毋是世界冠军，但是咱平均台湾人可能90%拍伊是拍袂赢的啦。啊，咱即个统计讲80几拍，迄是咱甲讲遐去健身房做一寡深蹲啦，啊去游泳池再去去晨泳者，咱这拢甲算去。但是这是运动无毋对，这是好代志。但是咱统计的基准甲咱的中心的理念是无共款的啦。咱要甲全世界这先进的国家吼，要甲因比，其实是差足远足远的。你袂使讲看83%，人85，咱83，哦，咱敢足接近的，其实毋是，因为伊的本质中心理念是无共款的。是我请教副秘书长吼，啊，即摆加遮侪钱啊，吼，啊，即个钱若讲，既然咱在座拢感觉讲，就是爱深化全民运动嘛，吼，啊，你即个钱应该是真好用啊，你敢袂烦恼用毋对所在？钱这是好代志啊，啊，毋过就像你讲的。伫咧什么所在使用？拄啊，身边就有讲迄80几趴的参与率嘛？你敢知伊是安怎出来？打电话做民调，咱拢想讲啊，一个国家的运动参与率，咱就讲日本好啊。日本是体育强国，是安怎讲？因足侪所在当运动，毋过台湾的无呢，我们没有所谓社区球场的。所以讲。为啥我大概拢看体育书？咱有学校啊，啊，毋过学校无互你入去啊，无互你用啊，对啊，这是问题啊。当然嘛有教育部嘛咧想讲啊，我敢会当开放校园和校园社区的民众会当来运动。啊，毋过咱知影，校园有伊的限制，就是讲伊爱上课，啊上课的时间社区会当运动无？袂使，因为有安全的考虑。好，啊毋过这是一个方向。啊，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讲，咱社区球场的思维爱起来，爱想讲我们要怎样增加社区的运动可及性。伫日本，大家都应该拢去过。你行去因的社区，行去因的学校附近哦，不是学校，他们会有小型的。你想讲，这无标准啊，不过不要紧，它就是小小的，可以让你篮球、足球一起。那种讲这叫做复合式球场。我差不多5年前有一个国发会的倡议，公共平台的倡议，5000人联署。咱倡议啥物？咱想讲啊，卡球嘛，我们能不能增加一些复合式球场？卖讲说讲拢是篮球场啊，篮球、足球是可以复合啊。你场地空的时候，喜欢踢球的就踢球，打篮球。啊，毋过5年过去啊，到今嘛哦，我们一座社区球场都无啊。讲到转来，这200有运动中心呢？不，应该安尼讲，过去咱拢想讲啊，阮运动中心一个什么乡镇，拢有一个啊，会让大家去做运动。啊，不过台湾的幅员，有些乡镇其实是很大的。那我都会区其实我运动中心我不可能容纳太侪人，所以讲虽然讲运动中心起起来就3亿5亿。爱开，不过实际上，会当和民众你去运动的频率比例，其实是效益是不高的。我今日若是有3亿，我去一个4层楼的运动中心，不过我会当去10面或5面简单的社区球场，普及率、覆盖率就无共款。过去其实咱拢有一个设施的迷失，就是讲。咱爱去大楼，咱爱去一个看会到的。啊，无落雨要安怎做运动？不要紧啊。落雨时阵，即马有这个风雨球场嘛，其实它就是一个变通，就想讲，你若是目标是社区球场，啊，你得当去设计好更多人能够一起参与使用的，对，就像讲我们现在很多这种运动中心，当然这是好代志，啊，不过。
你若是会当转型变成说它是社区的一个，讲我要办社区型比赛的时候，它的基地，那你训练你会当有更较侪小型的俱乐部使用的所在时阵，这才会让生做一个叫做生态圈，运动的生态圈。啊，你若是敢若有一个运动中心来的时阵，就市长啦，区长就想讲啊，阮这就好啊。社区要安怎运动，毋是我的代志。而且你得个登记，你敢知？像我有当时想要拍倒球嘛，啊，人拢登记满，再两三场倒啊尔，你无可能去登记。所以讲，刷来咱讲全民运动，更较顶悬的一个爱去解决问题就是设施。啊，这些设施毋是讲爱去足侪钱的场地，是你爱安怎有更较侪小型的和民众的可及性的。就像即马羽球、桌球，为什么有足侪民间的球馆？其实这是补充过去咱政府无想到的小型的场地。啊，若刷来，咱一年有200亿、300亿的时阵，咱敢唔当有可能5亿、10亿去鼓励民间自己去盖这些小型的场地，让更多的小型的俱乐部、商业当为家生出来。这个是全民运动，变做一个运动的产业。对，是。啊，不过因为咱时间有限啦，咱即摆来讲协会啦，紧诶。协会，你感觉到底遮尔济协会到底要安怎处理？应该来讲啊，2017年咱有一个国民体育法的修法嘛，迄个时阵讲体育改革嘛。啊，毋讲老实讲啦，7年过去啊，协会嘛是安尼。啊，上重要就是体育署过去伊无咧监督，啊，协会怎么乱搞？伊有一个协会评鉴嘛，你去看。这几年所有的协会拢是优甲良，伊无讲协会无好呢。评鉴是像评鉴，伊家己写，家己写报告，讲我优啊上来退。会使啊，哦，真简单。接下来变运动部的时阵，咱在座啊，我甲石明景甲政府拢是运动部咨询小组的参与者。那有讲监理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你袂当讲过去体育所是补助嘛是体育所，监督嘛是体育所。啊，夺牌嘛是体育所，伊甲协会是共生关系很紧密的。啊，你变做运动部了啊，可能夺牌是经济师，啊，监督嘞，你当然有总规师，不同的部门你就会有不同的要去达成的目标，你就不会所有的利害关系通通绑在一起。安尼真正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吗？我唔知，啊，毋过啊，敢有这个规划？阮讨论的时阵拢有讲啦，啊，毋过即马就亲像拄仔讲的。所有人诶拢共款的时阵，阮真正袂当确定改革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位。安尼听起来较悲观吼。我是感觉讲，你要做部长吼，伊一定会面对遮济问题啦吼。啊，这问题是咱讲的制度性的问题，毋是讲换想就会使解决吼。啊，所以伊若要去做部长的时阵，伊一定要有一个足强烈、一个中心的思想，讲我一定要做到。某一个目标，一定要做到某一个代志。譬如讲，拄我讲的协会要管理，伊就是爱定一个目标，讲我若协会出啥物代志了，我不管用啥物方式，不管你内底向啥物人去管的，我一定要答着讲，吼，我要甲处罚，还是讲我要互伊停权，还是讲我一定要互社会大众知影讲，伊若出代志了，我要安怎处理？我伊爱定一个目标，不管你下骹安怎做，你是要用分组去督察也好，还是去评鉴也好，反正一定要有这个思想。啊，若无你下骹做的吼，嘛是假啦。譬如讲，你部长无足强烈的迄个意识，讲哦，啊伊若出包，咱就爱甲想办法甲处罚。啊，就像以前共款啊，无咱甲讲的啦，啊，咱来叫记者来吼啊，握个手啊，一个手讲啊，以后我们改进要改进啊。你若是共款这个思想，伊就袂改变。啊，你一定要足确定的讲，我一定要互下骹的人知影讲，反正若是协会出代志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你要用国体法嘛好，你要去用民间的社团法人什么法律嘛好，你一定要甲我找出方式，吼，啊，你要达到我的目标，啊，你也有这个足坚定的这个意识才有法度。唔是啊，咱即马唔是讲有一寡协会，因为伊对外伊是向国际通靠，所以你即马甲处理掉，安尼咱对外变怎？咱足侪方法通甲管理啦，迄是以前咱无爱用尔，咱像咱无爱用，迄就是拄我讲的，我平常时。我要摕金牌，我嘛是交代你；啊，我要杀什么运动，要办比赛，我嘛是交代你去做。啊，你譬如讲，第一，咱若目标毋是讲一定要得金牌，咱是要改革、要管理，你就毋免
免顾虑这件代志。第二，我若办比赛，还是讲我办活动，还是我要推广咱台湾的运动，我有足侪机关，比如讲民间的公司，还是讲有其他的这俱乐部组织来办这比赛、办这活动，我唔免靠你这个协会，你就袂大尾啊嘛，因为我唔是啥物拢靠你嘛，第三就是讲，咱以前拢唔敢讲我经费甲你减是安怎？因为经费一减了。向谁选手嘛？我要出国比赛无钱，要买机票无钱。咱下摆是不是有其他的办法？比如讲，我要出国比赛，我唔是补助你协会哦，我补助你选手，还是补助你教练，我直接补助你。我唔是讲像以前，我互你协会，协会落去分，一人教练5万，机票我甲你订，权力拢伫手头的时阵，其实伊是对国际，伊去报名去参加比赛是用伊的名义无毋对。但是你补助唔免讲，我全部互你，你家己去处理。下摆那机票我来买嘛，对无？政府来买嘛，还是讲咱有一个监督的机关，比如讲咱过来有迄个产业中心是毋是定一个办法？你若要出国要订旅社，还是讲要订机票，我袂过你一手，我用产业中心我来一个核销的定数，对无？你若手头的权利变少的时阵，咱就讲。伊就袂大尾嘛，细尾嘛，伊通做的代志变少的时候，你就通甲管理。伊若做了好，咱放一寡管理互伊嘛。但是以前无法度安尼做，就是以前因的意识就是讲，我啥物代志因为其实讲实在，以前的体育署人嘛无够，专业度嘛无够。30-40个人，然后讲羽球你嘛捌，骹球你嘛捌，棒球你嘛捌，篮球你嘛捌，无可能嘛。一个承办人，我啥物代志拢我叫你去办，钱互你去处理。但是下摆咱有较侪人，有较侪预算的时阵，咱就有法度用足侪款的方法，无一定是倒一个方法上有用的哦，上有效。但是咱通用几种，慢慢来试看卖，慢慢来甲管理，一定爱做。你袂使讲像以前讲，我感觉讲咱拍歹体育署甲协会的关系。以前其实足好笑的是，咱爱管理协会，但是其实体育署是惊讲我拍歹甲协会的关系，因为下摆你无爱帮我做代志，还是讲咱的金牌减2面我要安怎，对无？咱莫去想这件代志，这是上重要。其实你是对，你感觉伊讲的这个方法，敢有法度真紧就看到成果啊？我感觉左边讲的代志是短期内一定看到效果啦。你用预算来控制是上紧的方法啦。当然，这有一个决心来就是讲，假使你有协会有一个武器就是摆烂嘛，反正你无花我钱，我就两手一摊，反正就免出国比赛啊，免做训练，免做培育啊，反正两手一摊嘛。当然，这运动部来承担人民的民意的压力，因为即马这代志拢是很明确啦。但是你讲事先跟大家讲清楚，讲我即马必须用预算来改善协会的问题，大家先公共政策先教育，安尼有机会。但是我认为第二这是短期啦登记还是要由下而上啊。全世界单项协会拢是人民团体，你一直用国家的力量来帮忙，这是足奇怪。全世界无几个国家中央政府给协会这么多预算的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因无补助选手，还是无补助协会？我讲一个，以德国的好啊，莫讲去。德国足侪协会是300-400、400-500的会员呢。会员不代表可以选举哦。好，因为是代议制嘛，或是因为是用有很多只有少数人可以选举，但你比一个会员一年交3000块台币的会费就好啊。500万是偌多钱，你根本唔免政府付你钱啊！咱台湾社会问题是你无遐侪会员啊。当然，这是以前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，伊嘛无需要，伊嘛无希望你遐侪人参与啦。我是用政府用军方的力量来讲控制嘛会使。你讲要为了补助回吊牌嘛拢会使。基本上你基本上每个协会咱讲正经真正参与无拢几百个尔啦。几百还有可能是因为2017、2018为着选举人投进去的哦。正经真的很 active 在参加，无几个啦，这是唔对的啦。因为最后2分钟咱羽球协会即马羽球协会即马需要改革。即马做了袂歹啦，因为从韩我迄当阵咧做选手的时阵无共，即马羽球协会啊伊拢有结合民间的一些企业啦，像咧中州啦、永源基金会啦、合库啦、土银啦、个台电啦、中油啦，很多。厂商啊，跟那个企业都有来赞助安尼啦，所以羽球即马学生啊，其实是真好啦。但是无需要配合，佮穿什么衫，穿什么的。
配合即马拢一个奥运的，按做了奥运的迄个国徽安尼啦，啊，你有签署什么合作金库啊、土地银行，就家己挂家己的赞助像咧戴资颖迄当阵有麦当劳啊，有迄个鸿海啊，有什么款，即马所以大家衫后壁拢有印迄个赞助厂商的迄个 logo 安尼。什么人代表比赛，这嘛足公平啊。对，像林俊逸啊、周天成啊，这啊，即马拢袂歹啦，嘿啊。所以你感觉安尼会使啊？各行个较侪企业、较大的企业来迄种的啦，来赞助，或者选手啊，食衣住行娱乐拢样样都齐全啊，唔好去缺乏安尼较好。你主因为我对协会实在无清楚，安尼我球协会目前是算是一个好的正面的。我看无啥讲呢，因为伊一个协会做到好无？第一，伊有互这运动愈侪人参加无？伊有互这运动的赛制愈来愈公平无？第二，伊有培养裁判甲教练无？过来就是讲，伊有互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参与机会无？那照这个标准来看，我讲羽球社还有很大努力空间呢。哦，你讲的迄较难呢。反正是比较。才要去竞选，以前理事长。真的是。